112年全国语文竞赛客家语朗读文章，国手学生组施彦强编号4号7分神录音，兔阿婆去公演了，李秀峰演作。阿婆平常时老满数国家人带到庄下，平了日，佢會來我屋卡看我老老妹搖卡嗰幕，搖卡太幕。阿婆來嘅時節，我同老妹會肯定家書，突然去屋順嘅公園了。廿日，我到三子阿婆數天數，又來到公園。一頭一頭開到鬧熱漸漸嘅櫻花，上菜點本人看獎，一群強烈聽到櫻花樹當，招招棍讓得人下，早春嘅風吹過來，雖然有一些咧強冷，唔過好得要少年嘅一條花。長到人鬼神的崇尚，公園度嘅西比堂，學有青島風景裡，還有幾隻皮卒卒的嘅阿伯潮來潮去。阿婆阿哥，急來看，先走到比堂上嘅老妹，把磚頭睇馬鼓上響。我見到阿婆行進去，看到一條細路柱緊冰冰的潮過來，同一大群風景裡阿伯搶麵包食，很神奇喲！順頭起定嘅大人細子，大家都看到最熟熟嘅，阿婆笑到最黑唔面。講佢10到70歲，還唔是看過老厝的潮水潮眼鏡。阿婆教我老老妹念啊喵咕，出門打老厝，老厝跌落比堂肚，拿來煮，全家是落肚，爬床牙刷肚是痛啊，好乜嘅辛苦。行甜的嘅阿婆，坐到涼亭下嘅石凳上夜困，看我老妹看定本來愛為5個嘅麵包，查到一些地嘅跌到天內下，眼皮就上來7、8條對樹當掉下來落色嘅泡米醋當土色，唔驚人。還會就咁來老老妹討食，阿婆看到小爺爺，個路兒沒頓腳看到當一碗，默默風，老妹，哇！一聲講有啥？實就落涼亭度南定阿婆嘅肚時，講到鬼神嘅見準，愛。卡太膽，行到樹頭下看同佢看真掉誒，太上笑講，佢唔係傻啦，係神叫太。阿婆見定老妹行過來看神叫太見岩頭，前窗老捱到上家門，阿婆教捱兩姊妹念，神叫太按作乖。看到人暗拜，有時有日，本愛作到一片綠蔭一片曬。我問阿婆，當陣愛落神叫太作起綠蔭曬一條。阿婆見傻牙頭那見講，安順的事，同有味道特技有押韻。上次會到一些奇怪嘅思念來想生意呢。我老妹最後兔阿婆來公園了，唔但唱好教，還坐在聽阿婆講故，
學業成績嘅客家童謠，甚至阿婆接上了都唔想轉學。